被辱稱引退5年斷腿跟粉絲借錢開刀，7旬婦信了受騙上千萬。一名70幾歲的婦人加入歌手被辱稱粉絲所創建的臉書社團，因常常按讚分享，結果被詐騙集團盯上，以被辱稱的名義傳送被辱稱在日本斷腿受傷，急需協助開刀的挨假照片，希望婦人拿錢救他。沒想到婦人相信了，從今年2月起陸續匯了1000多萬，最後才發現遭到詐騙。據東森新聞報導，詐騙集團假冒小哥被辱稱名義，利用 AI 生成影像，像一名70幾歲的婦人，稱被辱稱在日本車禍骨折，急需資金開刀治療。婦人信以為真，自今年2月起陸續匯款超過新台幣1000萬元，直到最近才驚覺受騙。詐騙集團先在臉書上以被辱稱粉絲團為名經營帳號，並觀察到婦人頻繁按讚、留言互動，隨後主動私信聯繫。對方以被辱稱口吻稱自己出車禍住院，並傳送 AI 合成的照片。畫面中被辱稱坐在輪椅上，右腿前滿繃帶，旁邊還有護理人員照護，看似真實的畫面引婦人上鈎。婦人回憶表示，詐團一開始以手術費350萬元為由索款，之後再以2次開刀資助孤兒院等名義追加金額，婦人分多次匯出總計逾1000萬元。詐騙集團甚至製作孤兒院感謝卡與孩童合影，讓婦人深信不疑，還因此向親友再借175萬元幫小哥救急。直到近日有親友察覺異狀勸他報案，婦人才發現這一切都是假象，難以接受真相。對此，被辱稱經紀人嚴正聲明，小哥自出道以來從未開設任何社群帳號或粉絲專頁，所有以被辱稱名義聯繫粉絲的帳號皆為詐騙。經紀人也呼籲，請粉絲務必提高警覺，不要再有人因此受騙。被辱稱本人一切安好。